真正咧这边啊，我我这东西，我想真正，那好啊，大家做一个特别个手工艺术有会来艺术有会，大家开始加
所以修炼当中的咱一世人性命天命，修我以及我其实有也应该是，但是呢，可能会习惯在上上要来我我这样以分我要求自我变迁，自我完成，自我反省的目标啊，它是情感的公平不公，家己好亲亲善善，随随便便都可以，妈妈都变成大家对这个利益出来后，咱大家的虽然咱平平，我虽然做他，但是我做法小。因为上天是把咱这两个心，一波是大家一他刚我现在比如这个他我来我一样，